来的开了高高中，让生活中牛啦，我得让人到脚步哎呀啦。哎呀，你们妈妈就给人喝要叫啥？我得让人来到脚步哎呀，怕个啦咪呀，我那怕没嘞。牛婆那没胡胡个咋呢？家代表个吃吃嘛呢？家代表个吃吃了个你赞赞家那节来得来头里的，老子那路远你家了呢呀？牛婆家代表个吃吃了吃吃嘛呢？吃肚吃起个啦坑，要别个那苦命家代冷脏个啦，家代个啦来苦米灯呀嘛呀。马上让侬住我们女朋友要接要苦命苦米的养啊喽，养那阿个养啊，苦命阿接来苦啊，你那人家还你卡巴掌呢，小妹小孩啦哦，那弟弟奴家的两张哎呦嘎呗好个嘞，送那还你卡嘎子刚个就好了，车送了来家嘎好嘛嘎好俺啦喽，阿个人那。阿个嘎白呀人哈，哈东西手办那阿卡扎拉嘎特东白家儿，好多车子老呢阿东表呢，哈尼阿卡皮皮有爱叫儿，叫肚那绿色江老桥、沿江老桥、红河老桥，爱了3个角，无量3个角乌拉白菜，提个姐叫儿叫肚那不都破那问3个你，拉嘎破那几个个你。日在坡那路川个你，伢在坡那初学个你特康茶，特要看，哈伢靠皮皮那，家长才送不靠那些，哈伢靠皮皮住那，同老奶你老奶那，老了你了，饿了，茶了，买了，现在现买了，大户大哈了，革命伢米了。我伢在皮马东学了，我个把皮里东得了，下面得了铺马了来找，阿那那家的老白有个那些，哈尼亚卡皮皮家的老张呢，家长个在跑一个呢，阿个刚抢好来个他个亚麻呀，我哈先个人和乡，那拿出会米那铺，热下包绿菜家儿。哈尼亚卡皮皮嘎子嘎爱嘎那那冷那也冷表阿姐，特也冷体那大呼大哈冷，你那茶那冷，松那加的冷，那牛肝冷，那白冷，果那不娘冷，西那木鲁冷，也那老冷嘞，也冷表阿姐。特拉会家的人呢，木路人要咖啡那牛肝人、白乌人、不娘人嘞，送人要啊。人头送人，阿嘎嘎要你是，那么嘎嘛嘎花落嘞那，嘎整嘎高白茶儿新品鲜，哈尼亚卡巴掌普洱石，哈尼亚卡巴掌梅江鲜，哈尼亚卡巴掌白生物阿姨阿出或热是炒干肉白，也那吃了呢。老子那家代表个不吃嘛呢，吃肚吃起个个就怕讲人家的。你把大吃为活，为了你才所要那个在对要我，尤其是原浆喊你出带出只先，原浆大酒店白叫呢，原浆喊你看把这哎呀出后，家代表个不吃嘛，提个叫做呢，把真正啊。原浆大酒店白叫呢，人把这白安拉哎呀出地啊，原浆县喊你看把这副会长苏荣辉。师生龙承泽秘书长张荣秀阿哈马克那苏荣辉师生张荣秀哈马那没后面来多家苏荣辉或张荣秀哈马那土罗家那原江北那家的来过米当的村的啊还有娘你啊那还有会个儿错哈阿哈娘家儿家的来过米当北那家苦来过牙嘎体检的家苦那我有好大的我摸摸那些，然后家苦头那没当对你的，
米查米塞多阿吉有啥嘞个米呢？家的嘞那特米呢苦个的，家猫呢讲个家苦特别阿卡多那大药嘞苦，大药那大药妈大药家大药母嘞不那咯，安呢家苦那大药家呗哎个，到提到小怕呢讲个家的嘞苦那大药家对你的的啥嘞苦个的。早上学那头路讲啊，喊伢靠日生活不二怕呢，还要嘛那，家的日生头家不得对唱对那，不能草木或啥事就呢，我们呀不家最好，草木就讲没有，牛草板水库来库二就浪头没好那，同你同来不，阿婆提同阿妈提同来比不他。同就到路边那，家苦嘞苦，家家我们你得用啊子。到当家儿同头你同那，阿婆阿妈嘞别用你莫乌，阿婆莫那阿爹嘞苦，阿妈莫那阿姨嘞苦，别用头你莫那，你们错呀就，苗对苗叫提前嘛我们呢，人头人头那我莫你女朋阿婆家的阿皮家的嘞苦陪奴那些，家的那要是不陪老米的，老卡会卡贝里面那说来来马表卡子，到家到你马爱子，路卡马卡子，阿须马须子，到切马切子那些，你把大车维护为了你这儿也无小子，人家些喊伢卡巴走阿姨阿出呢害羞了我。家代表个不吃嘛那，原家么呢？20公里人力卡米家儿家代阿用那个呢？家代那原家喊你出一出带出这些马来人当公组委会白家，当公组委会了我那大拉石铺、小拉石铺、小泥东铺、米奇河铺、马湖东铺来我那家，家代呢哈哈陪我那小泥东铺。后来3公里、2公里靠的那些，不断不谈米后来马来在那云南省玉溪市沅江县那个伢在跑家，大家的呢长途跑那从7公里，比在跑那2.2公里边，正是那2打2.8公里在那边，不会那2成都从这个坡呢2个坡特看家。东京那第二大提督2提坡呢2个坡特卡白家，米查帕车那东欧班或马来班要考拉龙茶，人头个叫那新皮鞋儿个叫嘛大树上个叫可嘞，不叫呢好那还是莫靠白多那些，不多坡那丽江镇那大，那个坡那新皮鞋建新乡那大嘞。伢在跑那木山镇那大嘞，我在跑那个叫石老爷和老我的头年叫白家儿，阳昌街乡那大嘞，没是那七龙镇跑票，米卡那原家老板那包那，家的那苦命用后天红，家的米行来好一级，家的冷蒸来好一级那，那小女东正讨白家儿家的那。家的米很正常，家的冷蒸嘛的啊，家的别个不吃嘛，家的阿用那个人呢，唔托呗，东切东下，这个阿姐也能可以，小卡你家，小多那嘛有差，拢不你做，我冷枪呢，那个婆阿姐有米呐，大巴拉也拉你吃过呀，也有巴拉拉在那，小姐你莫来发财。伢在坡呢，我在坡哎，都东偏东下那，茶米多嘛茶米多哎，趴在路哎小家堂，后来伢在坡东那，也用东白多嘞，我在坡东那，也用东米白多嘞也有米呢，好热那，阿会嘞不冷啊，如果都在那代表草板水库那边那，我就小姐你的，我好也呀。跑去那，我妈妈过个叫呀，我就把阿伯那阿伯生气，我摸你们呀个去年不路阿伯过，阿姐阿弟不你的，
女巫你好没上一点，在沙坡后个那，么你妈妈那对唱一个妇女几咋弄？啊个后个后你连我你啊嘞都怕个啊，啊这个么看米家个就个都那，但怕米个家来个啦嘞，风里发点风雷提接卡头呢，我么你好没样啊？一个呢，有你啦怕个那，啊后把呢错下啥呢，我那嘞那，提得好呀嘛样啊。你把大车维护为了你车爱要小子，家代表个不车嘛那，人家呢你老呢，新品一出带出自己些白那个，新品些还能出去会长，啊会王者居呢家叫六，啊会王者居那。哎呦啊，家代来家头高兴呀嘛，家代表个高多个话嘛来讲啊，那么这。家代表个不吹嘛那，还会王者居呢，比还少呢。尤其是新皮一出带出只些木山镇、广深村委会、新村小组办以后呢，在下坡往安下可爱菩萨就呢，家叫有呢，家叫有呢，菩萨爸妈就呢，还有嘛呢，家代来嘛是娘娘，家代表个嘛个话嘞。哈尼亚卡呢，每户就好浪头菜你浪那我在家耳朵马家话来讲啊，你把大车维护为了你这个要小子，家代表个不车嘛那，不是没家哈尼处这些哈尼处学会长刘顺才、秘书长李耀金还蛮来家瞧，不是没家哈尼处这些连书珍、泽田村委会。蒙博小组办了呢，不能出门或热西住呢，就叫留那，或就嘛那，还有嘛家的来嘛是娘娘，家的表个高多嘛个话嘞，哈娘卡那户就好那头菜你那个在家耳朵嘛个话嘞拍照啊，哎好你刘顺才会长家耳，没家耳哈娘卡出些度呢。啥子只要呢，炒下沙拉，烧下火里眼呐，那下米等盐加呗，烧下溜嘛子。你把大车维护为了你这些业务小子，家代表个出车嘛呐，不是老妈买农装备叫呢，有下呐阿姐来女他，毛头呐阿姐来家，牛婆如果我个中他，阿卡达阿就比我毛个和你不对话呢。anh em mình đâu mà chú gia đình họ nghe à chú phát gia đình nghe lên na à khán nhà ta bộ chẳng nghe gia lô này mà để nó na cái gia đình này na hả mà